再来看高雄市最近的拆九如桥，也毋过昨半暝个时间，里长是接到未接的电话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因为伫日时轻便铁路营运的时段是未当时间，所以才会伫暗时11点到靠早4点来调。也毋过环保局起早嘛发现讲，昨半暝三星的测音已经超过标准咯，有要求施工的单位得爱改善。 当机具施工的声音一直传来，佮看会到怪手咧动工，不过当时已经接近半暝12点，互民众相当不满。暂时等去现场，还有怪手咧作业。邻近徛好讲施工的声音真正伤大声，互因真歹困。里长嘛讲接破完的电话接到手软。12点5都已经放啊，半暝啊，12点半。 都而家用啊，是哦，影响到恁生活的。你想咧，没要困，没有困，你也去看嘛，以来咧看嘛呀。昨天10点多回家，我还看他们还在施工，然后上去楼上的时候，就还有听到有声音。莫讲昨昏啦，最近就是电话吼。 互电话卡卡拢变的，其实有影啦，因为暗时啊咧弄，咧做差的时阵吼，这才是民众挡袂掉啦。现场是九如桥拆除工程完成周边路段拆除，还有开放通行了后，特别来拆除轻铁原顶的九如桥，毋过公众运输安全规定，轻铁营运时段袂当施工，才会核准着施工单位伫下半暝来施工。为配合轻轨顾及公众运输通行安全的规定，轻轨营运时间不得施工。 所以申请晚上11点至凌晨4点夜间施工。市府表示，暗时施工的时间会到这个礼拜5，会随时派人去监测。不过12号暗头，环保局起在的时阵发现工地用量78分贝，已经超过管制标准，违反着噪音管制法，已经要求施工单位要限期改善，复查了后若无合格会开罚。记者王丽婷、林昭宽个报道。